各位兄弟平安。礼拜随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请走啊！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就学上帝，也着行伫恁内，亲像基督捌疼恁，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司，芳芳伫上帝的面前。恁无得互人用无影话所欺骗，因为上帝会生气，为着这个事教伫悖逆的人，所以恁无得甲因有分。着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毋通戆戆，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着敬畏基督来相顺服，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上帝。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会众请起立，因专首。Song
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爱媳妇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感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32篇，伫圣诗后面1057页，也是诗篇130篇。现在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主啊，我对深渊求救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宽容。这是共心来祈祷。万权能的爸上帝，阮感谢学罗你的恩典，伫众人中拣调阮成做你的囝儿。恳求主帮助阮反省家己的信仰，通时时警醒认捌家己的罪过，通悔改，通对罪搁较敏感，减少阮犯罪得失上帝的机会。阮原是罪人，本来无配得这个恩典，是你照你家己大声定着欢喜的旨意，拣调阮，白白赏赐阮救恩。你知阮哪双无清气，袂当甲主相合，为着洗净阮的罪过，救赎阮，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伊并无犯罪。顺坦爸上帝的旨意，顶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互阮通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称做伊完成救赎。也赏赐信心来大伫阮逐人的内面，成做阮随时的帮衬。恳求主时时警戒阮的信仰，虽然阮受警调，也是你同家赎回，诚侪你生的囝儿。但是有缘会受到老我情欲的牵绊，伫无警醒的时阵就会来犯罪。有时对真理无够野，认捌无够野，无够真切，也会伫信仰行罪顶面产生偏差。独独通倚靠上帝的怜悯，甲圣神的引带，常常来倚靠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不断来提醒家己。才会当减少得失上帝的机会。恳求主帮助阮，确信上帝立理万事有绝对的主权，甲美好的旨意。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互遐会行罪正直的人。恳求主常常引带阮，伫圣经顶面三角有份，互阮的心怀意念甲行罪，拢会讲甲这个救恩相合。赏赐阮敬畏爸上帝的心志，较无上帝的话语，经读圣经，亲捌上帝的教示，坚固阮的信仰。求主祝福罗牧师今仔日来教会的正道，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教示。祝福罗牧师
所做的事工，通顺时得到上帝的纪念。十分祝福，互阮所敬听的陈牧师、甲牧师娘、传道以及中职同工，通伫主的内面互相相听，兴旺教会，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通荣耀主你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国语和合本伫104页，台语汉语本伫88页。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显了我来读。25节，侪侪人甲伊同行，伊就越过来对因讲：若有人就近我，也无怨恨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袂会做我的学生。27节，无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也袂会做我的学生。28节，恁中间啥物人要起塔，减无大声坐伫，来算迄个所费，看会开到正袂？行了检菜下地基，也袂会起较好。就看见的人，拢取笑伊，讲：这个人有动工，也袂起较好。31节，也是啥物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减无大声坐伫参谋，看会用10000兵对着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伊的，也袂。若袂，就趁伊遐远，找使者去甲伊讲和。33节，安尼，恁中间见若无放下一切所有的，袂会做我的学生。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我就是门，请圣歌队。
题目是信耶稣进前，生病果得胜，请罗俊义牧师。同心三个来祈祷，听世间人的上帝，感谢你，有阮会当逐礼拜日，伫即个时间组织伫即个所在，阮通过圣经的话，三角底学习鼓励，也通过诗歌来底应答上帝你拣选的听。愿你的神甲阮同在，赏赐阮谦卑的心灵。因为你的话，愿得到快乐甲帮助。感谢你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几年来，我拢定伫想即个问题：做一个传道者，到底得来保持什么种的心态？我最近听到。哪来哪济教会对最近毕业的传道者相当有意见。甲我40几年前，阮毕业去教会牧会做传道，大家拢在抢，大家中会拢在抢，像望有传道者来。即马是无人要抢，总会来拜托教会，敢会当加扣一个，加请一个，原因是甚物？我最近听到，拄毕业的传道者去报道的头一日，甲小会讲，我敢会当有一个小可的困境。伊小会遐个长老讲，你讲看觅，敢会当左小右入？有一个传道者。传道拄牧会一档，经过咱的总会规定，传道者牧会头一档有7日的假期通休。迄传道者讲，我要休1礼拜7日的假期，巧是我干那要休礼拜日，啊，你敢听？伊无爱休拜1、拜6到礼拜，伊干那要休礼拜日，所以要休小连续7个礼拜日。我拢问迄小会议长，啊，你安怎答应？伊讲我干那会当头壳饲落去。我讲啊，你饲落去是啊，讲好笑。伊讲伊一直害头，一直害头。到底什么种叫做传道？要献身做传道，你伫想的是甚物物件？同款的问题就起来问：你要信耶稣，到底你头壳内底想的是甚物物件？咱若注意伫读约伯记，有真侪人拢讲约伯拄着真侪灾难，但真少人去伫注意约伯记第1章。就已经讲到一句真要紧的问题：到底信上帝是有理可图，还是无理可图？啊，这台湾话敢听？有理可图，或者无理可图。咱哪来教会，真爱传一种的信息，但是迄毋是圣经的物件。这信息就是讲，你来信耶稣，做礼拜。你会捡到宣召，有无？几年前有一个叫圣瓜的传道，但是迄种的教会礼拜的人满是。你若有机会，你去板桥，板桥有一间礼拜堂，迄叫做基督礼拜堂。迄礼拜堂外口的名叫英光堂。迄查某牧师伫带礼拜。教会先分互你1700块，伊会教你来即马客咧东边，即马西边，然后休几个，讲几个，然后你等于会大趁钱。真少人去伫想，后来电视伫报遮，我看着心艰苦。到底今仔日的教会伫甲信徒讲什么种的物件？
来信耶稣会大富大贵、大趁钱，还是来信耶稣你的囡仔成绩会好势？这敢是信仰的本质？咱今日读的这段圣经在，会当真做咱真侪信仰反省的功课。要认捌这段圣经在进前，咱得先倒转来看第9章，来，大家拢先开路加第9章。咱先来看路加第9章，这嘛是咱真熟悉的圣经在，咱圣经拢也抛开。路加第9章，咱看57节，57节到62节。路加即个作者描写3种人来甲耶稣表示因的心愿。头一种是57节，57节伊讲有一个人来甲耶稣讲：“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对你；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对你。”这是有一个人安尼甲耶稣讲。我想到即句话，就想到我新阿姨伫要毕业进前，我甲我的负责人讲，我甲总会讲我要志愿去东部。迄阵若志愿东部平湖，拢毋免抽签随派，因为啥物？无人要去。后山东部平湖优先派，阮毋捌去过东部。我决定了，甲我的负责人讲，我已经决定要甲总会讲去东部。我的负责人敢甲我讲一句话：你无论去倒，我拢对你去。所以读即句话，我拢感觉足烧脑。一个人甲耶稣讲：你无论去倒位，我对你去。但其实我想真久，我想即句话，我对当时开始想，新人伊3年，我开始想。新人伊3年，我伫东海伫进修，东海大学进修。我逐礼拜拜六，我行路行真远，敢若伫想即个问题。我毕业了，要去倒位？然后新人伊4年，我2礼拜一遍对台南新人伊，对台南行路去高雄，2礼拜行路一遍，行9点钟、10点钟。我拢敢伫想即个问题。有一日我若去后山，遐若无车，我是毋是得爱行路？所以其实我是相当有准备，但是我准备到新来特别毕业的时，总会特别分派进前，拢会去抽签。阮毕业生爱去抽签，抽倒位就派倒位。我甲团队委员来讲，我志愿要去东部，志愿去东部，也是抽签抽到东部平湖，迄拄仔亲像做兵的人抽到陆战队的签共款，大家拢啊拍扑啊。但是阮迄班的人拢斗啊拍镜头，毋是拍扑啊。我就安尼过，评估。即个人甲耶稣讲，无论你去倒位，我拢对你去。耶稣才提醒一项，互你有空。这是58节伫遐所写。耶稣甲伊讲啥物？互你有空，肥鸟有伤，人子无有看头壳的所在。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即句话已经真清楚伫讲者，你对我啥物好空的拢无。你对我是世界流浪，叫做狐狸有空，肥鸟有受，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意思就讲无安定，连你想要歇一个暝，你都无可能。你想好，你有法度承受这个，你才来。这是耶稣头一句应答的话。咱即马看59节，伊伫遐讲啥物？59节，伊讲，阁有另外一个人来甲耶稣讲：我想要对你，毋过互我大声转去埋葬啥物？伊讲埋葬我的老爸，互我大声转去埋葬我的老爸。
但是耶稣甲伊讲啥？互死人去埋葬伊个死人。有真侪人讲耶稣哪会遐残忍伫讲即个话？其实伊伫讲，互我倒转去埋葬我的老爸。这意思是伫讲啥物？伊伫讲，互我倒转去等甲我的老爸过身，我处理老爸丧事了，我才来对你。耶稣伫讲死人是啥物意思？伊咧讲，互死人去埋葬伊个死人。什物叫做死人去埋葬伊个死人？就是对福音完全无趣味个人。遐个人会替你个老爸处理即个代志。你若是要对我，你得把握即个时间。即个时间你爱抓好条，你随时来。老爸的后事有人会处理。你毋免烦恼即个代志。咱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伫61节。61节有一个人过来甲耶稣讲：主啊，互我对你，毋过我会先转去，甲我的厝邻的人杀死。字面上是安尼写，等于甲厝邻的人杀死，这当然真应该，本来就是爱安尼做。但是耶稣的应答拄拄伫讲到即个人的问题。耶稣讲啥物？手划犁头，面挖后面的人安怎？伊讲是无路用，伫上帝国是无路用。耶稣是安怎会安尼应？其实即句话手划犁头，手划犁头，挖后面伫看。捌做过事的人举手看觅。捌做过事，你个犁伫划，你会看后面无？就是今仔日用机械伫报黄啊，你嘛无可能安尼伊伫驶车，也是讲咱会晓开车，你有人原来开车头壳拢挖后面，保证车好。但是耶稣伫讲即句话是流行伫中东的一句俗语。中东的地带，这是一句什物俗语？即句俗语在讲什物？伊在讲你毋通心无专心，无专心在看你在做的工。你若无专心看你在做的工，迄是无彩工。所以耶稣照着当时流行伫中东的语言内底应答即句话，伊是咧甲伊讲什物？伊咧讲。你毋免定伫烦恼厝邻的代志，若伫传福音，还伫烦恼你厝邻的代志，你就无法度专心伫福音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有这个前提认捌了后，咱即马来看今仔日所读的圣经14章。14章咱咧看25节，25节伊讲有真侪人对耶稣。请咱地记有真侪人伫对耶稣，安尼就是讲，耶稣无论去到倒位，拢有真侪人活来伫伊的身躯边。因为耶稣伫讲的上帝国的福音，逐个人真爱听，佮真受感动。所以耶稣伫讲有真。福音书的作者路加讲有真侪人对耶稣，然后耶稣就活转身，甲遮个伫军队的人讲遮个话。咱咧看26节，伊讲啥物？讲若来对我的人，无听我赢过伊的父母，听我赢过伊家己的父母、囝儿、父母某。囝儿、兄弟、姊妹，甚至本身就袂当诚做我的学生。安尼即句话是真严肃吼。要对耶稣的人，爱听耶稣赢过家己的父母，赢过家己的某、家己的囝儿、兄弟、姊妹，甚至伊本身。其实耶稣伫讲即句话时，已经伫表明一项，当时有真侪人大发热心，伫表明伊真爱对耶稣去。但是迄拢是听到耶稣伫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受感动，即个受感动
无表示是会当投入伫福音的本质。传福音绝对毋是遐容易的代志。今仔日咱咧看真济教会哪来哪大间，人哪来哪济。你若认真搭坐在啊，认真搭听，常常伫讲的物件，拢毋是圣经的教示。伫讲的物件，拢是今仔日世间人伫追求的物件。我头先伫讲，有迄个传道者讲，你来信耶稣。你的心愿，上帝拢会照。你知影迄种的教会，拢少年的人、年轻的人满满是。有真侪教会，拢在传即种的物件。你讲你无论求什么，上帝拢会互你。你若信耶稣，敢有影？敢有影拢会互你？敢有影？看卖咱逐个人捌祈祷，拢有诚无？你伫搭上帝求，拢有诚无？有诶举手看卖，有诶举手看卖，拢有诚。安尼是真有福气，报真两个，真少。咱真侪时阵伫祈祷上帝，上帝是点点无应半声。咱伫看信耶稣，毋是亲像咱伫想诶遐尼的容易。所以耶稣就有讲一句真有意义的话，伊讲透到天堂的路，透到永外的路，迄条路是安怎？下搁安怎？歹行啊，找着的人呢，真少。啊，毋过要去死的迄条路，真快搁好行，找着的人，得行的人真侪。我拢定用迄句话安慰家己，牧会真失败，人拢真少。我拢甲我的信徒讲，咱拢是要去天国。迄人真侪，拢是要去死。我安尼讲，毋是讲教会袂使人侪，但是我定伫讲，人侪是一回事，真正认捌福音，阁是另外一回事。我伫8点华语的礼拜有问过，无人去看过一片电影。我伫台北有包喜，查经班的会友拢带去看。迄片电影叫做《沉默》，有看过的人举手看嘛？真少，真少。去看卖即片电影，捌去日本的举手。哦，遐济人去过日本，啊，拢去看樱花，啊，去泡汤遐。你若问我，我真爱建议你，伫咱隔壁的国家，你毋免走到欧洲去看。有真侪人定伫招去耶路撒冷啦，去土耳其啦，看保罗的脚迹啦，去耶路撒冷看耶稣啦。安怎歹十字架行苦路？特别即摆已经大斋节，后个月就受难周会到。我甲因讲走伤远，隔壁哪定真近，佮咱真侪人会晓日本话。你去倒位去哪甲啥去？长崎，你去看卖。日本对丰臣秀吉到明治维新。差不多270年久的时间，基督徒受迫害，迄个迫害甲真厉害，差不多完全要将基督教甲伊消灭。迄是伫德川幕府的政策的下面。德川幕府的政策甚至规定，每一个囡仔出世，拢爱配属一间庙去登记户口。一个人要结婚，就爱去庙里登记户口；一个人死亡，就爱对庙里出证明，伊才会当埋葬。换一句话讲，伫德川幕府的时代，国家的政策，佛教是日本的国教，无永远有其他任何宗教的存在。你哋无法度想象，那安尼基督徒要安怎存在？经过270年后，
1865年，1865年拄是宣教师马雅各医生将福音带来到台湾的迄年，法国的天主教会伫长崎起一间礼拜堂，迄间礼拜堂叫做大埔天主堂、大埔天主堂。迄间礼拜堂的门口的楼梯杆，的上顶面站有踩一身白色的玛利亚，有一个的神父透早伫礼拜堂圣餐道的头前跪伫遐伫祈祷，听到后面有人伫讲话，讲山塔玛利亚，山塔玛利亚。这个神父徛开额头去看。这个人毋是一般的人，穿的真破、像真垃圾的衫。然后这个神父甲因讲话，才了解因是美270年无改变信仰的人。想看卖270年几代？想看卖几代？经过几代？270年上少经过11代、12代。因的信仰无停止，无改变。伫上大的迫害下面，真严格迫害下面，基督徒抓着，甚至去伫长崎外岛有一个岛叫9号岛，但关伫迄个所在，你敢有法度想象6坪大的监狱，关200几个人？迄毋是坐咧，毋是倒咧，逐个人拢徛咧。有迄个老母抱迄个拄仔出世的婴仔徛咧，一日一个人一条番薯，拢袂叮当，骹底烂去生痰窜入去，对腹肚走出来，死去。老母无力，婴仔放落。遐个关的基督徒，迄个婴仔搭起哩，无力的倒落去，逐个搭起去。你若有机会去看迄人，莫干那泡汤，也莫干那看樱花，去看即个所在，行的看卖。你也看，迄是日本的基督徒就安尼停落来，伫上大苦难的中间安尼经过。恁应该看即片电影叫《沉默》。迄是好莱坞头一遍，嘛是唯一的一遍。我伫看是唯一的一遍，大概以后袂阁再有伫台湾拍，背景拢台湾的。但我旧年9月第3遍，阁去看日本即个基督徒受难的卡热。我去第3遍，我看伊即边拍出来影片，拄啊甲我伫日本看的背景拢共款。啊，你知影影片伫台湾拍？伫阳明山、伫北投、伫花莲石门的海边拍。咱若伫看这拢是伫讲着什物基督徒受迫害的背景。耶稣讲：若有人要做我的学生，你得爱赢过即种的观念，看你家己已经无重要。你的父母无应该成做你信耶稣的一个典范。你的某、你的囝，若成做你的典范，你就无法度通对得起。咱若安尼来想，这是一个评估。你得爱想看卖，你有才调啊无？咱今仔基督徒真少伫做即种信仰甲生命的反省。阮今仔日做传道者，即种反省能力阁较弱。我伫8点的礼拜，我嘛定安尼讲。我到即阵也毋捌经验着讲传道者拜一休困，我也毋捌经验着。啥物毋捌经验？因为我拜一拢来去和信病院做工。我出去转来到厝，上早拢是暗时9点。我毋捌经验着拜一休假，毋捌。我的办公室的干事嘛无即落经验。
我拢甲因讲，对我做工，伫我的教会做工，不适用劳基法。袂你得来，毋得趁。我袂甲你勉强，无干事我嘛有法度做工课。心人会做，我的负责人会做。但是最近你看劳基法真严格执行，所以有会友甲我讲，牧师你使好佳哉退休啊，无你包死的。我定伫讲信耶稣的人，大家拢爱去思考即种的问题。你为什么信耶稣？那为着福音的工作，你得去想看觅，你得计较的是什么物件？这是耶稣对当时的人，遐济人对伊，对伫伊的后面，伊越头甲遐个人讲遮个话。会想看觅，恁要对我，先想着你的父母，你安怎想？想看觅你的某安怎伫想？一个传道者的负责人，若袂当共时阵拼命献身，迄个传道会真艰苦，做袂到。你的囝儿安怎伫回应你伫做的工课？你的兄弟姊妹，甚至你本身爱想看家己本身是什么种的态度来得对耶稣。然后耶稣接落去，用两个譬喻，咱就嘛注意看14章，路加14章。耶稣用两个譬喻是伫28节开始，伊讲你若要起厝，你是毋是得爱算看觅有钱无？你有迄个预算啊无？我知影咱堂教会要起的时，有甲银行借钱对无？啊是恁原来就欠遐济钱去即栋大楼。我嘛知影恁拢有算过，要起甲银行借，啊才租互银行对无？所以落尾得起做伫银行的基础的顶面对无？所以恁有算过，才有法度去。那迄阵算的，感觉负担真重。真侪教会拢伫起礼拜堂会友减真侪，真侪教会拢礼拜堂起了会友，佮走倒转来。我伫台北东门伫起教育馆，我几个长老甲我警告，牧师，你得要有备办心哦。拢总预算2亿，咱无欠半仙钱，是突然间听到迄块土地。拄礼拜堂边啊，拄连做伙的土地158坪，158坪，1亿2000万，起教育馆爱8000万，拄2亿。牧师，若要买，大家拢爱有觉悟，啊，你得有备办心，会友会减少。我开好会。招大家讲，要买无？要买举手，要起要买举手。举手无人敢举，用纸本落，毋免签名，你家己讲，袂也毋。结果96%拢讲袂也毋。袂，我讲袂哦，袂吼，袂得来起，要起，逐个人摕钱来借教会。借教会袂使算利息，就安尼将教育馆、将土地家买起来。会友无减半的，伫迄段时间，会友哪来哪济？是安怎？用信心，互咱有建立。逐个人摕钱来借，6年半2亿还完。其实台北东门教会，敢若2个生理人，这2个毋是现真济，你毋好想讲靠这2个。我定讲奉献，若靠这2个，你得保庇迄2个袂死去。会友真清楚，因是安怎要奉献。
因是安怎要敬即个事工？因为在教会是伫见证福音的所在，伫见证福音得对信徒来说，所以迄阵教会无半仙钱，拢总无，因为是无义务中去看到伊伫国有财产局的土地会买钱，买，所以开始对思考即个问题。真紧对决定到买这土地，对决定买到买成，速度非常紧。大家拢拼去银行借钱，借来互教会用。因为国有财产局真清楚，一个月内你若无纳钱，这个案就取消，搁对头重来。咱伫看这拢是伫讲着什么？你得先算。算会好势，大家才来做。耶稣伫讲这是足现实的。你要对我家己先算好，你的父母，你有法度赢过无？你得先算好，你有法度赢过你的婚姻的谈判啊无？你得算好，你的囝儿的军队你啊无？啊，若是无，你要安怎？这拢是一个咱定得爱去倒转来重新反省的功课。伊讲若是无，然后伊讲啥？不配做啥？做我的学生。然后耶稣讲了，讲第二个譬喻，咱注意看第二个譬喻。第二个譬喻是31节，31节到32节。伊咧讲什么？伊讲你派兵要去甲对敌相拍，你得算看你的兵力有够还是无够。耶稣咧讲这，其实拢是咧讲什么？你若感觉家己兵力无够，你无硬去拍。耶稣的时代是对一个国家在统治巴勒斯坦，对一个国家罗马帝国。所以你会记，咱会记啊，耶稣讲什么话？若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歹物件，替伊歹物件行一里路，你得陪伊安怎行2里？若有人扇你正边的喙皮，你得安怎倒边伸煞互伊啥？有人甲你掠去法庭，要剥你的外衫，连内衫伸煞互伊。耶稣讲这个话真做，今仔日世界一个真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叫做恢复力的运动。恢复力的运动上重要的话，就是根据耶稣伫马太所讲这个话。是安怎耶稣会讲这？你无法度去抵挡罗马帝国，因为无法度抵挡罗马帝国，你敢若会当做一人保存你的性命。然后佮接落去，耶稣讲什么？得替迫害你的人安怎祈祷？替迫害你的人祈祷，祈祷上帝改变伊的心智。有一个人叫做古利奈西门，真好闲去咧看耶稣判十字架。罗马兵看耶稣判袂去，就将古利奈西门来换你来。叫去判十字架。你有看过一篇电影叫做《基督受难记》的人举手看嘛？哦，这个片遐侪人去看，沉默无人去看。你看迄个Mel Gibson在导演哦，我就真爱翕无。伊叫咧古利奈西门来判十字架。这古利奈西门起先是真无爱，因为真衰呢。罗马帝国的政策是什么人判死刑，什么人扛迄个刑具；什么人互判十字架刑，什么人来扛迄家己要顶家己的迄支十字架，扛到各他。所以古利奈西门伫 Mel Gibson 导演的下面的镜头，我毋知你还记无？伊换若歹念几逝路，毋是我哦，你无甲我顶，我是真衰，互恁叫来歹。歹到各他放咧，伊就拼得走。哦，毋是我，
你无因为我歹到遐吼，行袂去啊，拄想到掠去你顶，迄是耶稣，毋是我。但咱若去看罗马书16章，会去写着一句真要紧的话。伊讲啥物？伊讲古利奈西门有一个囝名叫做罗虎，罗尾伫初代教会保罗讲啥？结出的福音的工人。伊讲古利奈西门的某听保罗亲像伫听家己的囝一样。换一句话讲，因为替耶稣办十架。到落尾，规个家庭大改变。咱伫看这，拢会去看到什物？伫看到讲苹果家己，伊讲你若是无力通抵挡对方，你得安怎派人去甲对方讲和？其实这有背景。耶稣时代伫讲这有一个真重要的背景，什么？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主前第6世纪，巴比伦的部队已经将耶路撒冷附近的村舍、庄舍、农庄已经甲伊占领，部队开始渐渐为耶路撒冷内底包围。耶利米一直甲西底家王、甲王宫的大臣讲什物？咱得爱投降，咱无能力通抵抗。但是耶利米互当时的人，逐看做是啥？叛国分子，逐掠去关伫古迹内面。耶稣伫讲有即个背景，但是咱嘛对圣经内底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士师记内底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基甸，伊带几个兵去相拍，300。起先3万个，上帝讲伤济伤济，落尾剩1万个，剩1万个，上帝叫基甸带迄1万个去溪边啉水，有拍落去啉的，扬起来啉的，扬起来啉的300个，上帝甲基甸讲，敢若迄300地使，300个对方是偌济人？对方12万人。300个要拍12万个，你要安怎拍？圣经敢若讲一人，上帝甲基甸三甲地地，要出去战争进前，上帝呼召基甸，基甸讲你莫叫我无爱。上帝也讲我甲你伫地，伊讲你若无甲我伫地，我无爱。上帝甲基甸讲我甲你伫地。其实圣经伫写战争是什人伫战？上帝伫战，毋是基甸。伊甲叫基甸带迄300个去捡武器，因为对方走了了。若无有上帝甲你伫地，你有偌济装备是无效。咱搁搭拖搁较近代，1967年6月初6到初10，6月初5是咧1967年6月初5到初10。以色列的兵用3万拍阿拉伯联军拍100万，迄叫做出名的6日战争。3万的兵拍100万，什人拍赢？以色列拍赢。是安怎会拍赢？因相信一人，上帝较赢过世间的武器。这嘛是诗人伫诗篇33篇所得讲。兵毋是武器用得赢，马毋是勇猛牛走。上帝疼惜怜悯伊的百姓，敬畏伊的人，上帝甲伊疼惜。耶稣伫讲遮的话的时阵，伊其实就是伫讲一人：你若真正敬畏上帝，你要对我，你就法度去赢过亲情颠盘的问题。你若真正有敬畏的心，你会赢过世间这游戏甲颠盘。你毋免去考虑，因为上帝若甲你伫地，你起厝，你有法度。起起来毋是为着要荣耀家己，起起来是为着要应答上帝的听。出征嘛是安尼。
是为着真理得战，上帝会甲你伫地。各位兄弟姊妹，耶稣伫讲这，咱去倒转来得看14章，路加14章27节。27节伊讲，若是无爱背家己的什么物件，十字架，你就袂堪得做我的学生。各位兄弟姊妹，迄十字架甲咱今仔日伫攀无共款，咱今仔攀伫身躯顶有够轻的着，啊，佫金死死，袂佫斗旋啊！耶稣时代十字架是针对叛乱犯来伫执行，钉十字架了，爱囥伫十字架顶3日。迄钉起来悬度，拄仔才好1公尺3尺悬，所以你的骹底徛伫3尺悬的所在，手伸去，钉伫遐，囥伫山野的所在3日。你会当想象日头落山，豺狼走出来；你会当想象日头落山，野狗走来，闻到老花的味，伊就会安怎？去哩骹的肉，骹肚的肉就拆起来，骹肚的肉食了，佮跳起哩腹肚扭落去。当你伫遮，然后你看到狗仔来，你头壳压落，你佫来，你佫来，你佫来。迄是无效。然后有啥物鹰鸟停伫你的手里，看到你两蕊目睭金金上，走啦！伊把目睭搭你吐起来。放3日后，迄个尸体剩骨头，肠仔肚拢食了去，肉牛了去。这是当时伫刑罚叛乱犯的一个刑具。所以，伫讲，若要对我无举即个十字架，意思是讲啥？你得有准备死的心，若无，毋免来对我。各位兄弟姊妹，咱若伫看这，拢感觉距离真远。咱注意看33节，耶稣讲啥物？33节，伊讲无论什么人，除非你放下一切。这一切就是包括啥？你的家庭的羁绊，这个家庭就是有爸母、有某、有囝儿、有兄弟、有姊妹，甚至看无家己，若无你毋好来对我。咱有时阵感觉这距离真远，其实真近。我最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随时来别岭车会，天主教别岭车会，我的朋友真好的朋友。前礼拜拜四，毋是前几日前，佮一礼拜前的拜四。原知伊破病真严重，然后我甲我的负责人拼落高雄甲伊看，2日后伊就过往。80岁过身去，来台湾足足拄啊50年，伊拢伫倒位伫做工，伫无论高雄无论，这讲来嘛真风趣。无论族的人袂晓讲无论族的话，是即个神父伫教无论族的话，佮伫去学校教，迄个教神父。甲我伫关山的时，阮是真好的朋友。因对随时来到伫台湾，随时有水无？有哦，夭寿水哦，大家拢想要去遐住。因是放杀遐的物件，来到伫台湾，去到伫后山上偏僻的所在。我嘛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叫做魏神父，今年86岁，来台湾已经64年。64年，你知伊来到台湾的时阵，去到伫后山，去到伫台东海边有一个庄舍，伊伫遐就写批转去互伊的老母，迄批是安尼写，伊讲：亲爱的妈妈，检查以后，咱无搁再有法度见面。
讲到这，我的目屎就搁流出来。我嘛相信你伫笑脸，我会笑脸甲流目屎。但是我嘛相信，上帝将你的目屎搭看做珍珠，放伫伊的形状。我笑脸恁，我嘛知影恁笑脸我。请为着我祈祷，逐暝咱做伙祈祷。这是魏新福来到台湾写传记的头一张批。目屎诚做什么？上帝挂伫形前的珍珠。来到台湾64年，伊离开伊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我头先伫讲即个假身份，阮去遐看了2日后过身。昨日昨伫高雄举行追思礼拜，我无去。毋过后礼拜拜三，因将伫高雄烧了的骨灰，昨早转去台东，准备过来拜三要举行追思安葬礼拜。我问这个神父找回别领找回人，我讲恁是将骨灰逐早转去伫瑞士吗？伊讲因毋捌安尼做，因若伫倒位传福音，就是死伫迄块土地，连死嘛无走转去，骨灰埋葬伫迄个所在。因拢待伫底。待伫台东要去花莲的海华公路，特别到新港进前，有一个足细庄舍叫做小马。小马天主堂的后面，天主堂后面第一块，这个白领车会神父埋葬的所在。因一世人伫台湾，现身伫台湾，就无搁再转去瑞士的所在。我过去伫牧会的所在是关山，关山遐嘛有一阵修女对瑞士来修女伫迄个所在。几年前我走去参加，因甲我通知有一个布修女过身去，埋葬伫关山。我讲我会去参加，拄亲像特别来拜三，我会去参加迄个假神父安葬的礼拜。关山遐整理一块墓地，会当埋葬因的骨灰。我要去参加的时，我的查某囝甲我讲：“爸爸，你去甲因讲，留一位互你，啊，较毋免定笑脸离开正远。”礼拜后，我就甲因的会长讲，阮查某囝交代叫我甲恁讲，留一位互我。迄修女甲我讲：“安尼你得较紧来，无会客满。”你啊看这外国来的神父，我拢对因伫学。我若要对阮这个牧师学，我早就离开去。我甲这个神父修女做伙，我伫学习什么叫做献身团队，什么叫做献身团队。因一世人为着这个土地拼命。我确定会介绍一本囡仔册，互恁看，迄个叫做《白宝珠》。伫平湖前后56年的时间，献上一生的性命伫平湖做一项代志。伊伫什么？伊伫太高病，咱叫做麻风。然后死去的进程，要死的进程，特别过往已经真衰微的时，伊的小弟写批来。伊讲：“妹妹，你已经伫台湾尽你一生的性命，搁互麻风病完全停止，拢无搁再发现。你的使命已经尽，你倒转来，咱两个姐弟仔会当伫美国过晚年。”白宝珠姑娘回一张批互伊的小弟，伊讲：“我是平湖人。”我死去的时，毋好将我的尸体甩离开台湾的平湖。我所有的物件拢总互台湾人。我有写批互阿扁做总统的时，2006年，
我甲阿边仔讲，你爱代表台湾人特别去甲伊说多谢，因为伊互皮湖泰戈病完全结束。阿边仔真正去2遍，有捌得招我去，我讲你家己去，你爱代表咱的国家甲伊说多谢。一世人的人，死到伫埋葬，所以你若去平湖，唔好敢食海产。平湖有一个叫慈晖公园，你会当伫迄个慈晖公园看到一仙平湖人家雕刻的纪念像，伊抱病人抱伫伊的手里，这是被保住。伊甚至光病人去埋葬，所以这本册你确定若无买吼，你才多试过。咱的总会出的册，伫教咱的囡仔，你来买来送什么？咱的主日的学生，咱的主日学生拢看有，这真做咱学习的样式，献身来到台湾，为着台湾人献出性命。拄拄亲像耶稣来到伫世间，为着咱遮有罪人献就性命。保罗讲，听无比即个搁较大。咱咧见证耶稣基督的听，伊伫甲遮要对伊的人讲什么，就是咧讲遮的话。你若是要对我，无赢过你本身，将你本身拢献身出来，你就袂堪得做我的学生。各位兄弟姊妹，咱决意要对耶稣，咱得先想看卖，什么是咱的典范？若是你要安怎甲伊摆渡？这是我一直在教大家教，我拢一直在勉励我家己，我嘛在勉励所有的听我讲的人。毋茫咱拢有即个心志，若决意要行天路，得将咱的路令遐会抵到咱的读爱的物件，甲伊刷开。上帝赐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会当对圣经的话来做信仰功课的反省。若毋是有你的神甲阮同在，世上的有限亲情，就会诚做阮行天路的典范。有你的帮赞，有你的手扶持引带，阮才有气力来赢过世间这个颠簸的事。愿你坚定阮的信心，特别伫即个混乱的世代，愿哪清楚主上帝，你是阮的帮赞甲倚靠。感谢你的听通，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会众请起立，吟全首。Amen.
时来奉献，请穆桂英执事、陈秋信执事来书献。头一摆来教会袂捌奉献意义，通免奉献。即是来报告大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已在伫周报的上后面，显着我读一遍，请兄弟读两遍。无也家己的世界内底我的，也袂为做我的学生。路加福音14章27节，请。无也家己的世界内底我的，也袂做我的学生。路加福音17章17节。无也家己内底我的，也袂做我的学生。路加福音14章27节。请掀开周报头一页。郑州3场礼拜甲主日学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金额，请兄弟共看。本主日甲下主日礼拜侍奉人员同工，请家己注意。周间各团契聚会的时间、内容、地点、甲主理的同工，以及郑州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教育部备办侪信仰课程，以及主日学各班别主理的同工、甲地点、时间，以及郑州的出席人数，请兄弟家己注意。每礼拜三暗时8点是各小组聚会的时间，各小组聚会的地点、甲主理同工，以及郑州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踊跃就近来参加。各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兄弟关心代祷。顶礼拜奉献的明细，若有毋对的所在，请中集来更正。
第七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欢迎罗俊义牧师来本会正道，请兄弟以万心来领受。下晡4点，礼拜四伫4楼交易厅要举行临时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本主日下晡2点伫701教室要举行传道部部会，请部员出席参加。下晡2点伫705教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加。本主日中昼12点半伫705教室邀请罗俊义牧师来主讲，为虾米爱读圣经甲明白圣经，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共同造就。下主日是新的月份开始，1月的中日，于志平长老、吴文林执事以及林富祥执事。下主日要举行4月份庆生会，请兄弟踊跃参加，接受牧师的祝福。下主日中昼12点半伫702教室要举行奖学金审查会议，请以下人员出席：敬清新月、于志平、陈维明、陈建州、穆桂英、张伯君、罗建成、苏依林、王派义、陈柏言、蔡乃平。教会消息：欢迎会友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4到6月份新眼光读册本《心灵的服侍》。总会教育委员会教育中心上新发现有2本册，聋人医生王金河、平湖阿嬷被保住，即马伫外口会后下顶伫外口4楼来买，一本200块。教会要伫4月23号举行野外礼拜，地点伫台湾生学院，集合的时间是迄日的早起7点半，伫东门国小门口。报名费1人100块，报名到后主日早止。请兄弟踊跃招厝边隔壁亲朋好友来报名参加。今年度教会要重新来印这个会员通讯录，请兄弟有要更新的，伫今仔日礼拜四伫外口4楼来更正。伫后主日的时阵，请各区的区长伫后主日进前交互办公室，与同来处理整理这个新的会员通讯录。教会消息：成德中会教育部台神信徒升学系合办教会中日1领1训练。时间、地点、甲内容以及费用，请兄弟家己注意。请踊跃于志平长老来报名。新德中会性别公益部举办专题讲座，台神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讲座，全国中日联谊会。聚会的时间、地点、内容甲费用，请兄弟家己注意。德中妇女人才训练关怀活动，伫4月25号伫泰安教会，每人500块，请踊跃参加。简秀柱会长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德中头一届高中生圣经神学研究班约拿书，以及德中青年部志工辅导培训。时间、内容以及报名费等等，请兄弟家己看。具体消息：感谢上帝，4月16号，本会有2对新人结婚。本会刘惠美公主、赵令伟甲陈嘉华姊妹定伫4月16号
礼拜下晡3点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踊跃参加，为新人来祝福大祷。设宴伫汉平酒店，请要参加婚宴的，伫4楼公布栏来登记，到4月9号来查址。本会陈正厅兄弟李秀玲姊妹的公主陈德恩甲刘介敏，伫4月16号下晡3点，要伫大恒教会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踊跃参加，替新人来祝福甲代祷，愿上帝祝福。这是请罗牧师来介绍。我今仔日送咱大家一本册吼，这是秀兰州的册伫外面，咱通摕，这毋免钱的送咱吼。若是无够，咱则搁请陈牧师甲我讲，我搁寄来。这你会当家己伫秀兰州4月初9是秀兰州。到伫4月15迄段中间，会当读即本册来灵修路用。我头先有在讲，这是真好的册哦，这儿童绘本嘛是头一遍台湾有即个册，就是讲用台湾的故事，用台湾即个土地故事写开，然后画做囡仔伫看的册。这册有一个。这是精装的，是中文版的，拼装是英文版，是安怎搁出英文版？完全同款，不过是英文、中文。就是我去年去美国的时，有真侪海外的人听我伫讲遮个故事。比如讲，我伫电视台，敢有人伫看我的节目？电视台有诶，举手看卖。哦，无介济啦吼，恁大家看，嘛会当去 YouTube 看，哦 YouTube 看。就是讲拜1到拜5，拜1到拜5，逐日早起9点到9点半，伫民视53台、民视电视台，你拢会看到我的节目半点钟，我拢有伫介绍一寡人、一寡故事，其中即摆已经有录影也未出来，是即个王金河医师的故事。王金河是台南人，伊是乌骹病房，称呼做乌骹病之父。咱知伊真甘心啊，伊嘛是咱的会友。后来伊就是安怎，互遮个病人得到医治。若送养的人，甚至无钱的人，伊搁去买房仔顶观察，招囡仔、招护士顶观察，光去台。你台湾找无即个医生哦，因为乌骹病骹骨掉，要安怎去礼拜？伊搭按即个骹骨掉的人去礼拜堂做礼拜。大概今仔日要找即个医生，可能咱家己来光观察较紧啊。毋过王金河医师做即个代志，即摆伫台南伊的病院，甲伊过去伫大个厝诊所。拢已经成做一个纪念馆，政府甲保留成做纪念馆。即个册一个好处，就是有亲自导读，伫介绍即个故事的背景。你会当甲囡仔做伙读，佫会甲咱介绍啥物，讲安怎去看即个纪念馆。纪念馆附近还佫有啥物观光区通看，叫亲子旅游。会当带去看，会当买即个册送囡仔读。2本夹做伙伫卖，袂当拆开是夹做伙，安尼200箍，这叫做了甲烫裤。毋过咱的总会是安尼伫推广。咱过去即种的绘本的册，拢是翻译外国的故事。即摆咱的总会。头一遍出台湾的故事做儿童绘本，我头先咧讲《白宝珠》，即本拄出来。王金河的册去年12月出来，即本拄出来，开始伫推广。
白宝珠阿嬷一世人的日伫平湖，伊就是总结结束麻风病伫平湖，无搁再发现。啊，毋但安尼，我头先有讲一世人成做平湖人，哦，这真感动人。啊，这册嘛是共款，有英文版，啊有中文版，伫外面伫卖，拢200块尔定。其实咱的主日就来买这送互所有的主日学生去看。你带囡仔去食一顿好食的，食的明仔载就放了去。买一本册互伊看，伊毋但记条条，阁会晓讲故事互听。我头一遍伫介绍白宝珠阿嬷伫我的儿童营300几个囡仔伫介绍的时，下课啦，我送个囡仔去互家长来接囡仔要转去。你知影囡仔偌古锥？你知？见到因老爸头一句话：“爸爸，你知不知道澎湖有一个白宝珠阿嬷？”迄老爸讲没有听过。你知影囡仔哪？你很笨嘞，连这个都不知道。后来迄个老爸惊一个，带囡仔转去迄暝，随拍电话来，牧师，恁明仔载要介绍啥，先互我知一下。我先来 Google 一下，啊，即个故事电视已经有播出来。我伫拜3、拜4讲伊的故事，讲2节。结果咱的总会接到真侪电话，讲要买一本册。两位兄弟姊妹伫外面伫卖，我早无坐来，若卖无了，我会跳面桶水，表示咱汤教会起大楼无啥物水准。即本册是我写的，我逐工伫写受难酒的册。即本可能就是我写最后一本，因为拢总已经写10本啦，所以我明年袂阁写。啊，伫外面你要爱几本拢会当摕，若无够遮，逐当牧师讲，拢免费送咱。啊，这袂使免费，这你爱摕钱出来买，多谢。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伫即个大灾节期，即种操练家己通过祈祷来反省家己，敢有遵守耶稣互来吊明无？我想今仔日牧师通过真好的信息，倒一届甲咱提醒，咱只是嘛用呼啊声来欢迎甲感谢咱牧师来教咱。我想咱中昼食饭后，食饭后17讲5。继续罗牧师都有一讲座，就是要来看为虾米爱读圣经到明白圣经希望人食饭后会当继续踊跃来参加。因为头个有讲到即2本即个绘本咱周报顶原写特价嘛特价啦恁敢知原价偌济？反正咱就是把握机会啦好一只要来介绍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做礼拜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谢金笑姊妹一只倒来会介绍咱无鼓掌无拍谱自过去的拜4、拜5、拜6咱为着师弟村主张老娘所举办的遮个丧事礼仪，感谢上帝，拢非常的顺遂。今仔日咱的遗族有来到咱的中间，要甲咱致意，咱无拍谱请咱的师长老娘的遗族起立，甲咱的兄弟姊妹致意。好，谢谢，请坐。请咱继续为着咱的遗族，继续为因关心甲代祷。相时也将师长老娘过去，伫咱中间即个好的见证、信仰好的脚业，继续诚做咱学习的即个好的款式，好伫遮做补充的报告。上言先诗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上言煞请罗牧师来作导。会众请起立。
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相通、感动甲认证人，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电乐未倒线，请牧师主持平安礼。等下，请咱特别甲市长老娘的遗族以及咱的石金笑姊妹特别甲因握手请安，嘛招呼服务因来到六楼来做伙享受爱餐。咱做伙起立，彼此握手来请安。咱小会员，咱随时来到交易厅。